你用矿石进行战斗，你是地缘的人，你是谁？你难道没看到我身边的3个使徒吗？齐拉，你作为亚斯兰上代一度王爵，你应该很熟悉身边跟随3个使徒的感觉吧？那你也应该知道，贵为1度王爵，擅自闯入他国领域，可以视为宣战吗？就算预知失败，与这一路荒凉满身尘埃，就算注定了悲哀，一生所爱从头再来，耳边的誓言记得吗？沉默的背影不说话，寒夜的守候值得吗？奋不顾身后的害怕，走过海角天涯，只为那朵凋谢的梅花。胸口漫漫
的描述，入侵者应该是地缘的1度王爵。看来他们已经知道了，我们将黄金瞳孔隐藏在尤托尔遗迹之中。他们的入侵计划比预计的大大提前了，因此，我们的计划也需要提前了。特雷亚，接下来有2个任务需要你们完成。要么我就不进去了吧。你家太干净了，我这一身，我还是回驿站等银尘吧。万一他要是回来了找不到我，我可以问你借点钱付房费吗？驿站那边我都安排好了，你就不用瞎担心了。不过你这一身确实得先好好洗一洗。你整个人都臭了，你赶快把你身上脏衣服换下来给我。这是银尘送给我的，我不能给你。谁要你的破烂衣服啊？跟我过来。你说，银尘他是不是不要我了？他还会回来找我吗？你去吧，不要担心我。我在这里等你回来。你以为我不想？小姐，灵气有毒。
凌晨，你终于回来找我了。我们是特地来找你的。找我干什么？我又不是你的师徒。我和银尘要前往营救吉尔加美什，需要借助你永生的力量，制造大量鲜血。所以幽冥才要来抓我的吧？你们两个想去送死，不要扯上我好吗？就吉尔加美什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不去。这是你父亲6度王爵希六尔的遗愿。别提我父亲，他临死前把魂炉给了你，没给我。要完成遗愿也应该是你去完成。你不是已经拥有永生天赋了吗？要流血，你自己去流。我陪你们去，我去帮你们。你不准去。为什么？银尘，你是不是又要丢下我了？我去救我的王爵，跟你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你要追随你的王爵，我也要追随我的王爵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不行就是不行。幽花行，我为什么不行？我可以保护你。魂器都打不过，凭什么保护我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知道银城鬼山连雀要去做什么吗？知道。要营救吉尔加美什。我不在乎吉尔加美什，我只在乎银尘。他是我的王爵，他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他去送死，你也去吗？银城不让你去，是为了保护你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我明白，所以，我更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冒险。我想保护他。你怎么保护他？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。我知道，在你们眼里，我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半吊子使徒。可是，我不想一直做一个没用的人。哪怕帮他挡一剑也好，多杀一个小魂兽也好，只要能跟他并肩作战，就算刀山火海，我也不怕。你怎么就这么一根筋呢？有花，可能你心里没有这样一个重要的人吧。当有一天，你心里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人之后，你就会明白我的感觉了。你的方式会不会太残忍了？我不想让他陪着我白白送死。他这么年轻，他应该有更好的未来。什么未来？你真觉得麒麟不跟我们在一起，就会安全吗？
你有多在乎吉尔加美什，麒麟就有多在乎你。我可以陪你们一起去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麒麟得和我一起。麒麟，你出来。所以，刚刚那个叹气的意思是？他答应了。但我先说好，一切必须听我的，你不能自作主张。放心放心，我保证你指哪儿我打哪儿，你就把我当做你的魂兽吧。你这身衣服，啊，是吧？我也这么觉得。这衣服完全不行，不上档次，比你送我的那件差太多了。本来我是不想穿的，都怪有花，都怪他。挺好看的。是吧？对了，银尘，幽花家地下有一个很棒的温泉，你要不要去泡一下？泡完之后浑身充满了香气，你闻闻，怎么样？迷不迷人？连泉，你要不要一起去感受一下？哎呀，你看你，明显是想多了，又没人让你和银尘一起泡。还是说，你想和银尘一起泡？我是没什么意见的，就看银尘了。我看你的考虑是对的，我们还是不要带上他了。哎呀，你看你，这是干嘛嘛？那多伤感情。你们先聊哈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你到底还走不走？啊！你们凭什么说我在门口偷听？我早就走了。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，白银祭司一定会继续追查我们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躲避追踪，同时要进行营救的训练和准备。说的容易，你们要知道，走出这个大门，整个雷恩泉，甚至整个亚斯兰国境内，到处遍布白银使者，随便你们去哪儿，都逃不过他们的监视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我们今晚就连夜出发。啊？去哪儿啊？出城。白银祭司，你让我去深渊回廊找寻的小男孩的尸体，我已经带回来了。接下来，你还需要我？不用了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
每一个月圆之夜都是祝福的自体繁殖期，也是他力量最薄弱的时候，是我们突破的最佳时机。为了阻止我们营救吉尔加美什，白银祭司一定已经撤销了所有通往囚禁之地的棋子。想要进入魂种，必须要从深海下潜。魂种位于雷恩海底最深的位置，凭我们自身的体能，根本无法抵达魂种的深度。所以我们要先找到海银，来借助他的力量。海银是谁啊？海银是栖息在海洋深处的巨型魂兽，曾经属于我哥哥鬼山逢魂，但是在他去世的时候，海银也随之消失在大海里。进入魂种之后，我们需要快速突破3道防线。第一层关卡就是上古4大魂兽之一的祝福。我能够催眠祝福，但时间极其有限。我们必须要采用高空坠落的方式，用最短的时间垂直突破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要适应高空坠落的速度和压力变化。穿越祝福后，我们需要前往遗迹中心的鲜血祭坛。催眠祝福势必消耗我大量的魂力，到时候需要幽花代替我，以永生天赋制造大量鲜血，来开启抵达下一层的入口。所以在出发之前，我们需要强化幽花的永生天赋。虽然不清楚开启鲜血祭坛到底需要多少血量，但是作为白银祭司设下的第2道防线，我想一定不会容易。最后一层白色地狱的大门，需要舍弃魂器才能进入。白色地狱门口的雕塑，是一个不断蚕食魂器的倒计时装置。要维持大门开启的状态，我们需要大量的魂器。这是我们家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9个王爵和使徒。他们生前使用过的魂器，都作为陪葬品，一起被供奉于此。白银祭司，我感知的搜寻范围在魂力全开的状态下，要覆盖一整个城市，也已经是极限了。此刻他们4个可能在亚斯兰国境内的任何一个地方。所以，你需要和6度王爵一起开启捕魂矩阵，来进行极限搜寻。6度王爵希罗尔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是新一代的6度王爵，寒霜四。
六度王爵的天赋是捕魂之眼，一旦抓取别人的视线，就可以全面共享对方的视觉和感知。齐拉，你负责将所有的白银使者送往亚斯兰国境内各处制高点。寒霜寺会用天赋连接所有白银使者的视线，形成超越极限的观测范围。发动矩阵需要消耗巨大的魂力，切拉，你负责把黄金湖泊的精纯魂力转移到帝都格兰尔特，供特雷亚和寒霜寺使用。接下来，特雷亚，你就可以直接读取寒霜寺的视线，凭借你们两人的天赋，就能强制征用所有白银使者的双眼，将魂力感知全国境覆盖，形成捕魂矩阵。你确定要这样做吗？天树幽花的灵魂回路是不完整的，它很难支撑开启鲜血祭坛需要的血量。但他身上已经有回路了，你没办法对他重新刺印，你只能……我只能将我和他的灵魂回路捆绑锁定，这是唯一能够完整强化他天赋的方法。可是，一旦回路捆绑锁定，他如果死亡，我也会随之死亡。我知道，但我答应过希留尔，帮他照顾天树幽花。我想这就是我的宿命吧。值得吗？他比我年轻，比我对这个世界更加充满希望。他有在乎的人，有美好的青春和未来。而我在完成哥哥的遗愿之后，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了。如果可以，就让天树幽花代替我活下去吧。他们挺聪明的，还继续躲在天树幽花的官邸里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。不用，你们退下吧。
但总比等死要好。也许，这会是我们最后的救命筹码。久违多年的冷血狂焰再一次开始了。你闻到风暴里的血腥气味了吗？我也很奇怪，他们为什么没有趁机将我在睡梦中杀死？但不管如何，我们已经暴露，幽花关地不再安全。我们必须提前出发，去寻找海银。擦血！
跟踪了。为什么他们可以精确的预知我们的位置啊？确实很奇怪。
一片漆黑。他们在海鹰体内，已经无法通过连群的视线来判断他们的位置了。降落。走。那连泉怎么办？银尘，银尘！麒麟，走吧。我们帮不了连泉，至少可以不让银尘独自走进尤图尔遗迹吧。
希拉，你和特雷雅、幽冥即刻前往囚禁之地，分层镇守，务必阻止他们营救吉尔加美什。是，白银祭司。特雷雅，有什么疑问吗？为何我们三人不合力共守第一层就好？分散实力，不是更容易被楚可击破吗？我自有安排，无需多问。是。白银祭司，我不敢保证能够独立完成这个任务。当然，所以会有人帮助你一起执行。我怎么记得这图尔遗迹已经被改造成迷宫了？迷宫？也许可以阻上你突破。时间来不及了，闯吧！
本走不通。是风？你的魂器是风源的魂器吗？ 麒麟，我现在把我的魂力传送给你，你用尽全力吹散上方的乌云，可以做到吗？我试试。这是要填满整个池子吗？干嘛？你瞧不起我啊？你别废话了，我现在还支撑得住。你要再废话，我真的要晕过去了。你们快走啊！有话，自己小心。有话，你要等我回来。
司令，如果你的魂器全部耗尽，我还没有回来的话，你就立即返回，带上幽花、连泉，一起离开这里。凌晨，那我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你绝对不可以进入那扇大门。如果你进来找我的话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。虽然你一直觉得我很厉害，很了不起，其实我的人生过得非常的糟糕。然而我这一生有2件事情让我格外的骄傲，一件就是成为了吉尔伽美什的使徒，另一件就是成为了你的王爵。这是我的一件魂器，血字也在里面，它会保护你的。凌晨，那我在这里等你回来。凌晨。这画面真美。你应该跟我一样，很喜欢鲜血的腥甜味道吧？我警告你，你别过来！你再靠近我，我就……啊！不好意思，你刚刚说我再靠近的话，你就怎么样？
幽冥，不要回头！别看他的眼睛。特利亚，特利亚，是谁伤了你？快走，这是个陷阱。什么陷阱？快走！杀了他们。白银祭司已经启动新王爵制造计划，被追杀的不只是银尘连拳他们，还包括我们。这里就是为我们所有人准备的坟墓。我们逃不掉了，他捕捉过我的视线。没用的，他魂力比你高，死灵镜面对他不起作用，投影不了。在我们之上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幽冥，快去杀了昼夜，杀了他，鬼山炼拳就不被他控制。这里交给我。那你呢？快去，不然我们都会死。麒麟，我一定会坚持到你回来的。凌晨。
吉拉，我们被骗了。白银祭司想要更新换代整个亚斯兰原有的王爵体系。他们的任务不是要杀连全银城，而是我们。特雷亚已经偷看过风水禁言录，他和幽冥已经知道了江之洞穴的秘密，他们会是潜在的威胁。因此，亚斯兰需要更强大魂力和占星天赋的王爵，以抵御其他国家的进攻。吉拉，你需要独自一人完成这次的计划。特雷亚！特雷亚！特雷亚！幽冥，齐拉，齐拉，你干嘛？齐拉，你不是银尘的朋友吗？朋友？你竟然还相信有所谓的朋友？哦，对了，你肯定还相信王爵与使徒间不离不弃的忠诚吧？不过银尘有没有告诉你，王爵和使徒之间从来都不是对等的关系？你所感受到的对银尘的不舍、依赖，对银尘的崇拜、忠诚，那都只是使徒对王爵单方面的情感而已。你说谎，银尘不可能骗我的。你看，
银尘为了吉尔加美什可以连命都不要，就像你，誓死追随他来到这里。可是当你有危险的时候，比如现在，他在哪儿呢？如果吉尔加美什和你之间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，你猜他会选谁？ 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信你的。我只信银尘。我真羡慕你，我羡慕你可以活得这么单纯，或者说这么愚蠢。只要我还活着，你们谁都别想进去伤害银尘。 你忘了我的天赋是什么吗？我想要进去，根本不需要越过你。不过我本来也没打算要进去，因为银尘根本不可能解开最后一个锁死吉尔加美什的诅咒。诅咒？我早就将白色地狱内的空间设下了缓速120倍流逝的时间位面。你的这些魂器。 就算可以在外面坚持100天，但对于里面的银尘来说，连1天都不够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才可以在这场疯狂的迭代杀戮中，成为唯一一个不被取代的王爵。什么祝福、死灵，什么鲜血祭坛，都是笑话。困死吉尔加美什真正的牢笼。 是我奇拉独一无二的天赋。时间到了。你还不死心啊？银尘，不要银尘，不要银尘。 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！趁他们不在，尤明，我们赶紧离开。特雷亚，特雷亚，没用的。什么意思？奇拉把这里设定成了一个无限循环的单向空间，这里是只能进不能出的牢笼。
别进去！我不进去，麒麟他们就出不来了。让我进去。我的魂力比你多，让我来。你不能进去，你要保留你的魂力，等着麒麟他们出来，安全的带他们离开这里。幽华，幽冥，抱抱我。求求你！反正也没剩多少了，都给你吧。魂力怎么消失了？莱恩祭司，我不敢保证能够独立完成这个任务。当然，所以会有人帮助你一起执行。他们是一度王爵修川地藏和他的天地海三使徒。他们的天赋是窒息，能够大范围的吞噬魂力。失去魂力的王爵和使徒，在他们面前，只是一介凡人罢了。有花，可能你心里没有这样一个重要的人吧？当有一天，你心里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人之后，你就会明白我的感觉了。就算是冰天雪地，
亦或是烈火荒漠，不管去哪里，只要在他身边就好，可以并肩作战，也能分担苦难，甚至共赴深渊。危险也好，痛苦也好，就算只剩下最后一口气，就算流尽最后一滴血，只要能够守护他就好。你不想看见他承受任何痛苦，更不能允许他受到一点伤害。就算烈火灼烧也好，粉身碎骨也好，你会想要拼尽一切，甚至付出你的所有，包括生命。如果这一切都是徒劳，那也至少要用力地朝对方奔跑，就算前方是冰冷的死亡，也无法阻挡你前进的力量。应晨，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变厉害啊？当你成为王爵的时候吧。那我也可以变得像你一样厉害吗？也会变成银色的头发吗？应该会吧。喜欢吗？喜欢，我一直都觉得很好看。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变成王爵啊？我死了，你就可以成为王爵了。那算了算了，我还是一直做你的使徒吧。黑头发也挺好看的。凌晨，你快回来！我不要做王爵，我把王爵还给你。白恩祭司，你交给我的任务已经顺利完成了。接下来，就一起欣赏这场冷血狂宴的完美落幕吧。鬼山炼诀和天树幽花的魂路已经绑定，此刻他们是共存共生的关系。有意思，那就把这种魂路先留着，把他们两个一起带回心脏。杀掉特雷亚和幽冥，
你就可以回来了。白银祭司，我已经知道了风水禁言录的秘密。你们在江之洞穴中，利用江之大量制造复制人，然后在他们身上种植实验各种禁忌的灵魂回路，再把他们放到凝心洞穴中断食囚禁，让他们像蛊虫一样互相残杀，互相吞噬，借此也选出最杰出的婚礼者。我已经提前布局完毕，一旦我跟幽冥死亡，江之洞穴和凝心洞穴的秘密就会在第一时间散布给风元、火元、地元3个帝国。我相信这3个国家绝对不会允许你们这样大肆破坏魂术世界的平衡。很快，亚斯兰就会遭到他们3个国家的联合入侵。你确定这是你要的结果吗？凌晨，凌晨。你不是凌晨，你到底是谁？看来他的魂器很不简单。
我在这里等你回来。那我在这里等你回来。麒麟，麒麟，
影晨，你不是为了魂力而死，我也从来不是为了魂器而生。这个在你眼中荒芜的世界里，还有许多许多像幽花、连泉一样有血有肉、不甘心向命运屈服的人。曾经的我，胆小、软弱、碌碌无为，直到遇见你们，我才知道人生的另一种活法。去守护，去战斗，永不屈服。你曾经说过，再渺小的希望，在绝望面前都有无限大的可能。影琛，我知道你会一直与我同在，所以不要担心我，我在这里，我会一直在这里。等你回来。终于到来了，这场最后的战斗，吉尔加美什。曾经战无不胜的王者，应该很快就会开始他毁灭众神的复仇之路。还好，我有你。我们已经拿到了水源的黄金瞳孔，亚斯兰很快就会衰败濒死，成为和火源一样的新的人间炼狱。那我们下一个目标是？风金岛。
纵然难逃离殇，难逃送君千里血色夕阳。纵然一万般思量，梦醒寒窗凉凉月光。誓言说一次几个字，寒风传一生一辈子。黑暗的地方闪着光，那是你眼角的泪光。留我孤单衷肠，10年饮冰也热血难凉。你背影的方向，我追着火光跌跌撞撞。纵然难逃离殇，难逃送君千里血色夕阳。纵然一万般思量，梦醒寒窗凉凉月光。誓言说一次几个字，寒风传一生一辈子。黑暗的地方闪着光，那是你眼角的泪光。留我孤单衷肠，10年饮冰也热血难凉。你背影的方向，我追着火光跌跌撞撞。自我慈悲张狂，手握刀锋，心却万般思量。纵然深渊万丈，但求生死白头鬓如霜。任我独自远航，看穿人间疯狂，森罗万象。心上某个地方，那盏灯火还在亮，你还守着那个温